第二章消失的玻璃。自從德斯禮夫婦喺佢哋嘅台階上發現咗佢哋嘅侄子，已經過咗10年，但係水立樹街幾乎冇乜改變。太陽照舊由整潔嘅前花園升起，照亮咗前門上嗰個印有4號嘅銅牌，跟住又悄悄咁轉入佢哋嘅臥室。10年前嘅一晚，正係喺呢間屋度，德斯禮先生聽到咗關於貓頭鷹嘅駭人聽聞嘅新聞。只有壁爐架上嘅相片仲可以證明時間喺流逝。達力德斯禮已經唔再係個細路仔啦，依家相片上嘅男孩結實又健壯，要唔就喺踩單車，要唔就喺展覽會嘅花壇邊站住，或者同爸爸一齊玩電腦遊戲，跟媽媽親吻擁抱。呢啲相片冇一點關於另一個男孩，就係住喺同一層樓嘅另一個男孩嘅跡象。但係哈利波特確實就係住喺度嘅，佢而家正喺瞓覺，但可惜冇幾耐就會醒。佢嘅姨媽佩妮已經醒咗，仲用佢嘅聲音嚟製造出當日嘅第一聲嘈吵。起身啦，快啲起身！哈利猛然驚醒，佢姨媽又喺敲佢嘅房門。起身啦，佢叫，跟住哈利聽到佢行向廚房嘅聲音，跟住係窩喺爐上嘅聲。佢翻咗個身，開始回憶昨晚做嘅夢，係個好夢。夢入面有一架會飛嘅摩托車，佢有一種奇怪嘅感覺，佢一定曾經做過類似嘅夢。佢嘅姨媽又嚟到房門外，你起身未啊？佢問。差唔多啦，哈利講，再快一點，我要你去睇住烤肉，如果佢烤焦咗，我就要你負責。今日係達力嘅生日，我希望一切都係最好嘅。哈利哼咗一聲，你講乜嘢？佢姨媽透過房門問。冇，達力嘅生日，佢點可能會忘記呢？哈利慢吞吞地下咗床去揾物，佢喺床底揾到一隻，從入面拉出一隻蜘蛛，然後穿喺腳上。哈利已經習慣咗蜘蛛，因為樓下嘅櫃櫥同佢自己嘅房都多蜘蛛。佢着好衫之後就走向廚房，飯桌上全部都係達力嘅生日禮物，當中似乎有達力想要嘅新電腦，更唔使講第2台電視機同賽車。點解達力會想要一架賽車？哈利一直搞唔懂。達力咁肥，又唔中意運動，當然除咗打人之外，達力最中意嘅拳擊對象就係哈利，但係佢唔能經常捉到哈利，因為哈利跑得比佢快。可能同長期住喺黑暗櫃仔入面有關。哈利呢個年紀嘅細路仔嚟講，實在係又細又瘦。佢經常著達力嘅舊衫，令佢睇落更加細更加瘦。要知道達力比佢大4倍啊！哈利長住一張瘦瘦嘅吉搭臉，黑黑嘅頭髮，淡綠色嘅眼睛。佢嘅圓眼鏡係用好多膠布黏喺一塊，因為達力成日中意皺佢個鼻。哈利對自己長相最滿意嘅，就係額頭上嗰度閃電形狀嘅疤痕。佢由細個開始就有呢度疤。佢仲記得第一次問佩妮嗰個問題，就係自己係點樣攞到呢個疤嘅。喺你父母死咗嗰場車禍入面，佢係咁答嘅，唔好再問啦，唔好再問。呢個係德斯禮之家平靜生活嘅第一條規矩。當哈利翻動烤肉嘅時候，威農姨丈走咗入廚房。梳好你嘅頭髮，佢敲叫住，算係早上打招呼嘅方式。幾乎每個星期，威農姨丈都會喺報紙度探出頭嚟叫哈利去剪頭髮。哈利剪頭髮嘅次數比佢班上所有其他男仔加埋都仲多，但係冇用，佢嘅頭髮仲係一樣瘋長緊。達力同佢媽媽走入廚房嘅時候，哈利正喺煎蛋。達力簡直同佢爸爸一模一樣，佢有一張大大嘅粉紅色面龐，幾乎冇頸，細細嘅眼睛，濃密嘅金色頭髮柔順咁貼喺佢肥肥嘅額頭上。佩妮姨媽經常話達力似一個天使，哈利覺得佢似一隻戴住假髮嘅豬。哈利將煎蛋同烤肉放喺幾乎冇位置嘅飯桌上。呢陣達力正喺數佢嘅禮物，佢面色突然一沉。36件，佢望住佢爸爸媽媽講，比去年少咗2件。寶貝，你唔記得數碼基姑姑嘅禮物啦？係，
就喺爸爸媽媽送嘅嗰份大禮物下面。好啦，就算37件。達力講，佢面都漲紅咗。哈利覺得達力即將大發雷霆，於是趁佢掀翻桌子之前，狼吞虎咽咁食緊碟入面嘅烤肉。佩妮姨媽顯然都覺得氣氛唔啱，馬上話：我哋等一陣出去再買多2件禮物，你覺得點啊？2件啫，應該得啦。達力諗咗一會，好似諗得好辛苦，最後佢慢吞吞咁話：咁我會有39件，寶貝。佩妮姨媽話：哦。達力向後靠，攞住最近嘅1件禮物玩緊，咁好啦。威農姨丈笑咗，細個就似佢爸爸咁識欣賞錢嘅價值。好嘢，佢撫摸住達力嘅頭髮。呢時電話鈴聲響，佩妮姨媽去聽電話。哈利同威農姨丈喺一邊睇住達力拆禮物，一架賽車，一架遙控飛機，一台電影攝影機，幾碟新嘅電腦遊戲同一台錄影機。佢正喺拆一塊金色嘅手錶時，佩妮姨媽怒氣沖沖咁走過嚟。壞消息，威農，佢講，費格太太條腿摔壞咗，佢唔能帶佢啦。佢轉頭望住哈利，達力驚恐咁張大個嘴巴，哈利心底卻落開花。每年達力生日嘅時候，爸爸媽媽就會帶佢同佢朋友去冒險樂園，食漢堡包或者睇電影。而每年呢個時候，哈利就會被送去2條街之外嘅費格太太嗰度。哈利好討厭呢一點，佢嗰屋企成日有捲心菜嘅味道，仲有費格太太成日叫佢去睇佢養過嘅貓嘅相片。我哋打電話問下馬基，威農姨丈提議，唔好傻啦，威農，佢唔中意哈利。德斯禮一家成日都係咁講哈利，好似佢唔喺場一樣。或者佢哋當佢係一隻聽唔明佢哋講嘢嘅惡心細蟲。咁你嘅朋友點啊？佢叫咩名啊？佩妮，佢喺馬約卡度假緊。佩妮姨媽講，咁我哋而家點做？佩妮姨媽一邊狠狠咁瞪住哈利，一邊話，一齊出去問下馬基啦。哈利知道應該為費格太太感到傷心先啱，但佢提醒自己要等足1年先可以見到白雪、爪子、貓名，佢哋呢件事幾咁難做到啊？你哋可以將我留喺呢度。哈利充滿希望咁講，咁就可以睇佢中意嘅電視節目，甚至有機會喺達力嘅電腦上玩一玩。佩妮姨媽嘅表情好似啱啱吞咗一隻檸檬咁。返嚟之後發現屋企俾人洗劫得一乾二淨，佢喝住，我唔會搞髒屋企嘅。哈利講，但佢哋聽唔到。我哋可以帶佢去動物園。佩妮姨媽慢吞吞咁講，跟住將佢留喺車裏。車係新嘅，唔可以俾佢獨自坐喺車裏面。達力開始大聲喊救命。其實佢冇真係喊，已經好耐冇真係喊過啦。但佢知道，一旦佢苦着個面大哭大鬧，佢個媽媽就會俾佢任何佢想要嘅嘢。我親愛嘅寶貝，唔好喊。媽咪唔會俾佢破壞你嘅生日嘅。佢用手臂環住佢，心痛咁講，我唔想佢去。達力假裝用大聲抽熱嚟講，佢成日搞亂所有嘢。佢一邊講一邊喺媽媽嘅手臂中間衝哈利斜斜咁笑。呢陣門鈴響啦，天啦，佢哋到啦。佩妮姨媽慌慌張張咁講。一陣之後，達力最好嘅朋友皮爾斯波各斯同佢媽媽一齊走咗入嚟。皮爾斯係一個骨瘦如柴、長住一張似老鼠面孔嘅男仔。喺達力打人嘅時候，佢總係嗰個幫手扳開被打人嘅手嘅幫兇。達力即刻停低唔出聲。大概半個鐘頭後，唔敢相信自己運氣嘅哈利就同達力同皮爾斯一齊坐喺車嘅後座。嚟緊係佢人生第一次去動物園嘅路上，佢個姨丈姨媽想唔到其他辦法嚟應付佢，但係佢哋喺離開之前，威農突然拉哈利去到一邊。我警告你，佢將自己嗰張巨大嘅紫色面龐貼近哈利講，我喺警告你，小子，如果有啲差錯，我就會將你關喺櫃子入面直到耶誕節。我唔會搞事嘅，哈利講。我發誓，
威農唔相信佢，從來冇人相信過佢。問題係，總會有啲奇怪嘅事情圍繞住哈利發生，就算哈利冇刻意去搞呢啲事。曾經有一次，佩妮姨媽唔滿哈利返嚟之後嘅樣子，因為佢睇落嚟就似冇剪過髮咁，所以佢喺廚房攞出一把剪刀，幫佢剪到似禿頭，淨係前額嘅劉海冇剪。佢話要留喺度遮住那個醜醜嘅疤痕。達力嗤笑哈利，因為佢諗住第二日要返學，結果失眠啦。喺學校裏，達力已經取笑過哈利穿嘅奇怪衣服同纏滿膠布嘅眼鏡。第二日早上，哈利起身一睇，發現佢嘅頭髮又長返咗，似冇剪前咁長。佢因此被關喺櫃子裏1個星期。儘管如此，佢自己都解唔到點解佢嘅頭髮會咁快長返嚟。仲有一次，佩妮姨媽強迫佢着一件有橙色絨球嘅花式毛衣，佢越用力套喺哈利頭上，件毛衣就越細，最後細到只夠一隻手掌大嘅狗可以穿，哈利肯定穿唔落。佩妮姨媽堅持認為一定係洗完之後毛衣縮水，正因為咁樣，哈利先可以免受懲罰。另一方面，哈利又因為喺學校廚房屋頂上俾人發現而苦惱。達力同佢一班走狗一樣追佢，但出乎所有人包括哈利自己嘅意料，佢竟然坐喺煙囪頂上。達力夫婦收到哈利老師一封生氣嘅信，責佢喺學校建築物上面爬，但係佢心裏諗嘅只係跳過喺廚房門外放嘅垃圾桶。哈利估計一定係風帶佢上去嘅。今日任何差錯都唔可以出現，只要可以離開學校，佢住嘅櫃子同費格太太充滿捲心菜嘅房間之外嘅地方，甚至同達力同皮爾斯一齊都係值得嘅。開車嘅時候，威農姨丈不停抱怨佩妮姨媽，佢中意同事，成日喺工作中抱怨，議會、銀行同哈利都係佢最中意抱怨嘅物件之一。但今日朝早，佢抱怨嘅物件係摩托車，呢啲年輕人開摩托車開得似風咁。正當佢講呢句時，一架摩托車飛馳而過。我曾經做過一個關於摩托車嘅夢，哈利突然記起，佢仲會飛喎。威農姨丈幾乎撞到前面嗰架車，佢由椅子轉身大聲讓住同哈利講，摩托車係唔可以飛嘅。佢個面睇落似一支長滿鬍鬚嘅大甜菜根。達力同皮爾斯撲哧一笑，我知道佢哋唔可以。哈利講，只係一個夢罷啦。呢陣佢開始後悔自己講嘅話，有一樣嘢比問問題更加令人厭惡，就係講啲唔尋常嘅嘢。唔論係一個夢定係卡通漫畫，佢哋總係覺得哈利腦入面有啲危險嘅想法。呢個星期天好晴朗。動物園入面人山人海，喺入口嗰度，達力同皮爾斯買咗一個大大嘅朱古力雪條，跟住又唔得已之下買咗另一支平價嘅檸檬冰棒，因為喺佢哋爭住趕哈利走之前，小販笑咪咪咁推住個小車走嚟問哈利要啲咩。哈利覺得都唔錯，可以一邊食冰棒一邊睇大猩猩梳頭。嗰隻猩猩簡直同達力一模一樣。當然除咗頭上個金髮，哈利已經好耐冇咁開心嘅上午啦。佢小心翼翼同德斯禮一家保持住一定距離，好唔會令啲平日就開始厭煩動物嘅達力同皮爾斯，好似平時一樣，會一齊打佢哋嚟取樂。佢哋喺動物園嘅一間餐廳度食嘢，達力又發脾氣，因為佢嘅香蕉船唔夠大。於是威農姨丈趕快又幫佢買咗一個。俾哈利食剩低嘅嗰個。一陣之後，哈利覺得佢早就應該知道咁好嘅景色唔會持續太耐。午餐之後，佢哋去咗爬蟲館，嗰度又冷又黑，牆上裝咗有燈嘅玻璃窗架，玻璃後面各種各樣嘅蛇喺樹上、石頭上爬來爬去。達力同皮爾斯好快就發現咗最大嗰條蛇。呢條蛇大到可以繞住威農姨丈架車2圈，仲可以將佢抬入一個垃圾桶。但係當時睇嚟，好似佢冇咁嘅心情。其實佢喺熟睡中，達力將個鼻貼喺玻璃上，盯住嗰啲閃閃發光、
捲成一圈嘅東西。俾佢動啦！達力哀求佢爸爸。威農姨丈敲咗幾下玻璃，但嗰條蛇毫無反應。再敲一次，達力用命令嘅語氣講。威農姨丈用關節重重咁又敲咗一陣，但嗰條蛇仍然冇動過。真係冇趣味。達力喺度嘀咕，轉身走開。哈利喺啲大玻璃窗前行緊，專心留意住蛇。佢覺得講呢啲蛇悶死都冇乜奇怪，成日冇人陪，卻有啲無聊嘅人用手指不停喺玻璃上敲。呢啲比起喺櫃子裏瞓覺仲差。喺櫃子裏瞓最多就係佩妮姨媽會嚟敲門吵醒佢。突然，嗰條蛇張開咗眼睛，然後慢慢咁抬起頭，頭正好可以直視哈利嘅位置，然後停咗低。佢朝哈利使咗一下眼色，哈利一愣，隨即趕緊轉身睇下有人有冇注意佢。幸好冇人，所以佢也用咗一個眼色回應嗰條蛇。嗰條蛇將頭指向威農姨丈同達力嘅方向，然後眼睛望向天花板。哈利馬上明白咗佢嘅意思。喂，我總係俾人咁對待。我知道，哈利透過玻璃細聲咁講，雖然佢唔肯定嗰條蛇聽得見佢講嘢，一定好唔開心啦。嗰條蛇重重咁點咗一下頭。你到底由邊度嚟嘅？哈利問。嗰條蛇用尾巴戳咗一下玻璃旁邊嘅一塊細標籤。哈利即刻貼過去睇。巴西蟒蛇，巴西嗰地方點樣啊？嗰條蛇又用尾巴指咗下嗰塊標籤。哈利先發現背面仲有啲字，原來呢隻動物係喺動物園裏面培育嘅。我明啦，原來你從未去過巴西。嗰條蛇搖咗搖頭。就喺呢時，一陣恐怖嘅叫聲嚇到哈利一跳。達力，德斯禮先生，快啲嚟睇呢條蛇！你一定唔會相信佢喺做緊咩？達力飛快咁跑咗過去。走開，小子！達力一邊講，一邊用拳頭打哈利肋骨。哈利喺毫無防備嘅情況下重重咁跌喺水泥地上。接住發生嘅事快得太突然，冇人睇得清楚佢哋點樣發生。前一秒，皮爾斯同達力仲緊貼住玻璃，下一秒就大叫咁拼命向後跑。哈利爬起身，被眼前嘅情景嚇呆咗。原本擋住嗰條巴西蛇嘅玻璃窗一眨眼就冇咗。嗰條巨大嘅蛇正迅速伸展身體，喺地上爬緊。成個爬蟲館入面嘅人都尖叫住向出口跑。當條蛇慢慢滑過哈利腳邊時，哈利聽到一個低聲嘅嘶嘶聲：巴西，我嚟啦！多謝老兄。爬蟲館嘅管理員嚇呆咗。嗰塊玻璃，佢喃喃自語：嗰塊玻璃喺邊度去啦？動物園園長親自送咗一杯濃茶嚟俾佩妮姨媽，仲一片又一片道歉。皮爾斯同達力講嘢都結巴咗。其實以哈利嘅角度睇，嗰條蛇除咗戲弄佢，從佢哋腳邊爬過去之外，其他嘢都冇做過。不過嗰時已經喺威農姨丈嘅車入面啦。達力哭訴話嗰條蛇差啲咬到佢嘅腿，皮爾斯就話嗰條蛇想纏住佢令佢必死。最差係皮爾斯居然冷靜落嚟，仲問哈利：你嗰陣跟蛇講咗嘢喎？哈利，威農姨丈等到皮爾斯安全離開先開始罵哈利，佢氣到幾乎講唔出話嚟。佢勉強講咗幾個字：去櫃子入面，呆住，冇飯食。然後倒喺沙發上，佩妮姨媽趕緊跑去倒咗杯白蘭地俾佢。哈利喺黑漆漆嘅櫃子裏面唔知坐咗幾耐，佢突然好想攞個手錶睇下時間，好確定達力一家仲未瞓着，只係等佢哋全部熟睡咗之後，佢先可以偷偷潛入廚房找啲嘢填肚子。哈利已經同德斯禮一家住咗10年啦，自從佢記事開始。從佢仲係一個嬰兒，父母喺一場車禍中雙雙死去開始，哈利就一直淒慘咁過活。佢已經記唔到嗰場車禍點樣導致父母傷亡。有時，當佢喺櫃子裏拼命回想時，會突然閃過一道綠光，前額就像着火咁痛。佢猜呢啲都係車禍帶嚟嘅後遺症，雖然佢搞唔明嗰啲綠光究竟喺邊度嚟。
佢記唔到爸爸媽媽嘅樣子，佢姨丈姨媽從來冇提過佢哋，更唔俾佢問。房間裏連佢哋嘅相片都冇。喺哈利細個嘅時候，佢好希望有啲陌生人嚟帶佢走，但從未有人咁做過。德斯禮家就成咗佢唯一可以待嘅地方。有時候，佢會幻想，或者都係希望，街上嘅陌生人可能認識佢。呢啲陌生人真係幾古怪。有一次，佢同佩妮姨媽同達力出去買嘢時，一個戴住紫色帽子嘅細個向佢鞠了一躬。喺問過哈利佢認唔認識嗰個細個之後，佢哋就冇買任何嘢就衝咗出商店。仲有一次，一個着住綠色衫、長相奇怪嘅老虎喺巴士上快樂咁揮手俾佢。又有一次，一個穿住長長紫色外套嘅禿頭居然走前嚟同佢握手，然後一言不發咁走開。關於呢啲人最古怪嘅地方就係，當哈利打算好好睇清楚佢哋時，佢哋就喺眨眼間突然冇咗。喺學校，哈利一個朋友都冇。每個人都知道達力同佢一班朋友都討厭着大衣、戴破爛眼鏡嘅哈利，而佢哋又唔敢得罪達力同佢啲朋友。